国内有诈骗集团甲对方的不法组织斗空，偷摕中国民众的信用卡，伫台湾买黄金、珠宝、手机，再搁卖掉当现金。检方是表示讲，至少是有70个人受害，损失超过2亿。嘛，甲中国公安部门合作，已经伫咱国内掠到真侪嫌犯咯。 掠人，搁掠人，检警调4波行动，伫台湾查缉真侪人涉嫌含对方的集团斗空，做伙来诈骗中国人士，至少有70个人受害，损失超过2亿。本专案组透过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机制，由大陆公安部门协助取得被害人证述，为近年两岸合作共同打击犯罪重大成果。中国被害人受骗，假检警的招数是交出现金含银联卡，再搁互国内的嫌犯接手，投入珠宝、黄金、买手机啊，再搁摕去卖。但是专案涉及下境犯罪，加上今嘛中台关系是真冷，即摆两方强大机制真罕的发挥功效。中国的公安部门是帮助提供证据，这是国内诈骗这么多，毋但是骗对方的人士，连国内的人嘛无放过。 画图比赛页面爱你参加投票，但是伫投票之前必须要登入LINE的小号。刑事局警告讲，这是诈骗网页，若是输入小号密码，私人的社交小号就会互偷走。盗取民众账号以后，再以这个账号去向其他的亲友去进行诈骗，比方说要求借款或是需要资金周转等。那这个案子，因为这名民众收到 其他亲友打电话来通知说有账号被盗的情形，他也立刻去以其他管道通知亲友，所以没有人受害。对过去的通不投票，即马变做画图比赛，但是后壁的目的拢相同，就是要偷摕国资、扩大骗的对象。伫早起有效防杜绝进前，民众的生活大细项代志一定拢要加注意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